呢，建志带我们来到北京啊，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胡同区，这边是南锣鼓巷，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体验到走在这个北京城当中闹中取静的感觉哦。而且在这个南锣鼓巷的这个街道里面呢，其实大车子是进不来的，它就完全是那种老北京的那种巷弄的那种感觉。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胡同。胡同在我们的这个讲的方法里面，应该是比巷再小一个单位，大概到弄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OK， 那今天要来到这个地方，建志是要带我们来看一家。老的四合院改建的精品酒店。对，这个地方其实针对西方人士，他们都很喜欢来这个地方做度假旅游的一个地方哦，因为它的外观就是很传统的感觉，而且我们从大门看来，其实它是很低调的一个精品的一个酒店，因为它完全看不出来它内装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地方。今天要看的这个四合院呢，它本身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同时呢，它是清朝有3代内务府大臣他们的家哦。不过，我觉得比较赫赫有名的是它的前身，曾经是乾隆皇旁边这个宠臣和珅他们家的后花园改建的。那是不是大户人家呢？其实从它的大门来看哦，它的本身的这个屋檐下，它的一些门上的一些造型哦，就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它门面够不够气派，你就可以判定这到底是不是个大户人家。那其实这个精品酒店，它在改装的时候，它也没有更改它的外观，它还是保有当初大户人家的一个特质在里面。只是在门上面的颜色呢，用红跟蓝来做一个跳脱哦，来区别一点不同。OK， 好，到底为什么这么受欧美人士的喜欢呢？我想建志今天就带我们进去瞧瞧喽。哇！走在这个胡同里面，建志我们一不留神，真的会错过这家精品酒店的大门哦。它真的好低调，也没有任何的招牌。那它这个接待的地方，我们大门一推开来，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早期四合院的一个接待的区域，大门的区域。那它的这个区域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天花板特别高。它也保有了这个当初玄关这个斜屋顶四合院的一个特性。真的很高，而且很气派哦。对，那这个屋顶的下方呢，它搭配了这个像是红色的一个大灯笼、大吊灯，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其实让这整个空间它很有中式的一个氛围。那其实在这个四合院里面，它的一个设计是中式跟西式合并的一个设计。在这个玄关里面，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像它的天花板是斜屋顶嘛，是四合院的一个造型。那再来它的地板，它也是保有原来传统的这个四合院早期的一个石板的一个造型。那但是呢，它搭配了一个可能红色的一个地毯呢，就可以让这个空间它有不同的一个跳脱。色块也跑出来了。对，那它在它的这个墙壁边的这些家具哦，它也是用红色来代表比较中式的一个图腾意象的一个设计。那我们为什么说它西式呢？其实它大量运用的这种很深色蓝色的一个元素哦，比较像是欧洲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蓝色的这样的一个图腾。特别是它的壁面，我们看它柱面的一些修饰，它都是用这个布。我们手去摸这个触感非常好，有那种丝绸，然后提花布的感觉。对，用这样的布料来做一个墙壁边的一个修饰哦，也可以让这个空间的细致感跟质感可以提升。它这个地方的家具搭配，它是用比较西式的、比较舒适的，像这样的一个单椅来做一个搭配哦。那其实，在我们后方，它也利用这个墙壁边来做一个就是空间的利用，因为这个地方它可以利用这个凹洞做一个简单的座椅。那这个座椅比较像中式的感觉，但是呢，它的布料也是用西式的一个图腾的一个设计来做整个空间的搭配。OK， 那这个精品酒店我们要 check in 的地方呢，也非常的古色古香，有那种中国老北京的味道。是。那它这个柜台它是深色的哦，所以它比较像中式的一个味道。那特别一提就是它后面的这个门的部分，这个窗景的部分，它其实就是原来四合院的一个中式的一个设计的造型。所以你在 check in 的时候，你同时你可以透过这个窗景哦，看出去隐约看到后面四合院的一些老旧的建筑的一个外形。它直接把它四合院的景色就变成是它柜台 check in 的背景了。所以你进到这个地方来，是不是就很有味道呢？我想建志带我们进去逛逛吧。好。建志，其实我们走在这个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当中，我会觉得有那种时光倒流的错觉。对，因为在这个四合院里面呢，它的一个动线呢，它的走道呢是一个迂回的感觉。可能你走到这个走道底，门一打开，你就会看到有不同的一个厢房，甚至是一个有小花园，还有它有凉亭的一个设计。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小花园跟凉亭哦，又是用比较西式的阳伞。
所以我如果是住在这个地方的客人的话，我其实在那边喝个茶啦，聊个天，拍个照，我都会觉得很有那个味道哦。而且我有发现，建志这个地方晚上的氛围一定更好。不过它照明的方式跟一般我们可能用灯光啦，或者是用灯笼不太一样。它是用比较西式的手法，它用一个烛台的设计，而且每个烛台都会很有特色。它把它放在这个墙角边一整排的一个规划，让这个空间当中它的灯光的一个效果是很特别的。OK， 那么接下来带观众朋友去看一下他的房间。这间房间我们要看的是比较小巧精致，然后比较温馨的厢房。刚才看过了这个传统老北京胡同巷弄里面这样子的四合院，还有它比较中式的庭园。接着我们要看到它的房间了。这间房间难得可以空出来让我们来拍啊，建志它这间的空间感觉就有点中西合璧的现代感了。对，因为其实这个房间它非常的小，应该说它也许是过去的客房，它用中式的概念，但是它却用纯白色比较西式的一个手法来做这个房间的一个设计。所以它用了纯白色，就是房间小归小，但感觉空间有放大的效果了。对，因为纯白色的家具跟纯白色的一个中式的家具，其实在中国里面其实不常见。那这个地方它的白色是钢琴烤漆。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坐的这个位置，它像是比较像是中式的一个鸦片床的一个设计。哦，放大版的鸦片床。对，那这个床它其实还蛮柔软的，蛮适合居住的。但它的整个外壳、它整个外形跟基座都是钢琴烤漆的。所以我们在使用上面不会觉得有压迫感，不会觉得很沉重，不会有那种很老气的感觉。而且它整个床的床座跟它的床头是结合在一起的哦。它这样子的线条其实跟椅子的那个靠背的线条其实都很中式的哦。对。那当然呢，它的床本身也是有壁灯，也是配合比较西式的一个壁灯的床壁灯的一个设计，然后再配上比较西式图腾的一个壁纸，这是它主要的房间的一个基调。那我们来看它的一个衣柜呢，它的衣柜也是钢琴烤漆，但是它衣柜很特殊哦。它其实虽然是白色的一个设计，但它的衣柜的角座它也是很中式风格的一个设计，所以虽然它的形体是中式的，但它的颜色钢琴烤漆跟它室内的一个搭配却是很西式的一个做法。最主要的是这边的主人啊，太太是东方人，先生是意大利人，他们除了营造中西合璧整个风格之外，他也希望这个房间还有它这整个酒店带给人家是那种全家人聚在一起很温馨，然后很直朴欢乐的一个时光。所以在这个酒店当中居住，你真的会觉得像回到家一样自在。今天我们看到是比较小的房型，下个星期我们带各位看什么呢？我们带各位看的是这边最豪华的一个房间，而且也真的很难得有时间可以空出来让我们拍摄。先预告一下，你会感觉你像皇帝或者是像皇后般的尊宠住到这个房间里的时候哦。OK， 我们下个礼拜见喽。